你屋企抽屜舊錢罐入面可能藏住一枚價值接近200萬港元嘅香港2元硬幣。好多人日日同呢啲舊錢擦肩而過，淨係當係冇用嘅碎銀，隨手親埋一邊，白白走咗一個潛在升值機會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一枚長期被大眾忽略但潛力十足嘅藏品——12角花邊2元劣幣。好多留意錢幣收藏圈子嘅朋友，最近都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。網上不時傳出消息，一啲珍稀特殊藏品價錢一路飆升，傳聞頂級品相特殊版本成交價直撲1000萬港元級別。但有趣嘅係，呢單消息傳開咗好耐，願意靜下心嚟深究背後邏輯嘅觀眾其實唔多。網上充斥大量碎片化資訊，好多人睇藏品淨係睇成交價數字，根本分唔清普通流通品高分原光幣同錯體幣之間天淵之別。唔少收藏愛好者踩晒坑，明明手上有老藏品，就係認知不足，白白錯失套現升值嘅機會。今日我將焦點擺喺一件長期被大眾忽視、升值潛力極高嘅藏品。曾經喺香港流通，幾乎人人都有可能喺屋企舊錢罐、抽屜雜物度揾到嘅2元硬幣，亦即圈內講緊嘅12角花邊2元劣幣。我自己手上都持有若干枚呢個系列硬幣，借住呢條片，系統性拆解呢套硬幣少為人知嘅收藏邏輯，同時補充好多收藏家都唔熟悉嘅貨幣歷史背景。好多人淨係認得呢枚硬幣個樣，完全唔清楚佢誕生背後嘅時代故事。早喺70年代，香港經濟高速起飛，對外貿易同本地零售業不斷擴張，市面流通嘅紙幣同付幣體系開始出現漏洞。喺呢之前，香港從來冇2元面值流通硬幣，市民日常交易只能夠用2元紙幣找零，大量小額交易頻繁兌換紙幣，不單止銀行清點成本高，街市士多碼頭嘅商戶亦長期投訴零錢調配好麻煩。港英政府轄下貨幣檢討委員會經過數年調研，最終決定增塑1元面額硬幣，並且喺1975年正式推出呢款12角花邊1元硬幣材質採用銅鎳合金，大家俗稱紅銅鎳，仲不電絲級，獨特波冷12角輪廓。由面世一刻開始，佢一度係香港面值最高嘅流通硬幣，直至第2年5元硬幣發行先至被取代。當年設計師揀12角線型花邊造型，並唔淨只係追求外觀特別，背後有非常務實嘅民生考量。早年多款硬幣直徑厚度好接近，視障人士單憑手感好難分辨1元同2元硬幣，交易期間好容易出現爭拗。12角波浪邊緣就係為咗打造獨一無二嘅觸覺特徵，單憑指尖觸摸輪廓就可以快速區分2元硬幣同其他面額錢幣。硬幣正面採用伊麗莎白二世第2版頭像，背面刻印大貫瓷珠嘅香港紅絲紋章，搭配中英雙語面值。呢套設計定格咗70年代英屬香港貨幣體系嘅時代印記，由1915年首發持續鑄造，去到1992年，去到1993年，港府為咗主權平穩過渡，正式發行洋紫荊系列新版硬幣，女王頭像錢幣停止鑄造，各大銀行實施只收不付政策。呢款花邊2元硬幣就此結束接近20年嘅生產週期。雖然到今日佢依然屬於法定貨幣，但街市日常交易幾乎唔會見到。慢慢由流通貨幣轉變成為歷史藏品。呢枚伊麗莎白二世頭像2元花邊硬幣面世至今已經幾十年組。喺70年代，12角花邊2元硬幣正式流入香港流通市場。喺當年眾多付幣入面，2元面值流通量相當可觀。時代不斷轉變，電子支付普及，再加洋紫荊新版硬幣推出舊版女王頭像錢幣逐步退出日常交易，實用價值慢慢消失。時至今日，我哋去街市便利店找零，幾乎見唔到呢款花邊2元硬幣。現存實物持續自然消耗，但大眾對佢關注度依然偏低。好多人偶然翻到舊硬幣，隨手親入儲物盒，唔會認真區分年份品相，更加唔會明白同一款2元硬幣唔同年份、唔同保存狀態，市價可以相差上萬倍。好多收藏新手心入面都會有疑問：睇落大同小異嘅硬幣，點解有部分單品可以賣到咁驚人價錢？錢幣拍賣市場真實成交記錄有目共睹，同系列2元硬幣，普通流通舊品幾十港元就買到，但頂級品上特定年份稀缺品種，市場曾經出現單枚接近200萬港元嘅成交案例。機會擺喺眼前，但絕大部分普通人冇辨別能力，寶物可能就在手邊自己渾然不覺，最後評價前轉手或者一直擺埋一邊。跟住落嚟，我循序漸進，理清呢套2元硬幣3大核心判斷標準：年份、發行量、保存品相、版式差異，
同時釐清圈子入面流傳已久嘅各種誤區，避免大家被網上碎片化資訊誤導。近期好多觀眾喺留言區分享收藏心得，討論收藏者應該抱持點樣心態看待藏品。藏品投資同純粹興趣收藏，本質上有好大分別。如果大家唔想錯過藏品行情輪動帶嚟嘅增值機會，建立一套穩定理性嘅辨別標準必不可少。錢幣收藏市場經過多年發展，品類五花八門，紙幣、金銀幣、古錢幣、現代紀念幣各有各行情。我過往影片入面都同大家分析過唔同藏品嘅漲跌週期。閒話唔多講，我哋直接進入今日核心主題。深入拆解伊麗莎白二世花邊2元硬幣。講起呢枚2元花邊硬幣，接觸香港錢幣收藏嘅玩家唔會陌生，但絕大部分普通市民第一眼只會當佢係過時碎銀，望一眼就放埋一邊，直接忽略潛在升值空間。呢度一定要講清楚一個重點事實：同一款2元硬幣流通舊品幾十港元有交易，而有少數珍稀品種價值大幅上升。今日我完整拆解邊一類亞元硬幣先有機會衝擊100萬級別市價。正式深入之前，先糾正一個普遍誤區：好多新手睇舊硬幣，淨係識對照年份數字，以為只要年份符合網傳清單就一定值錢。長期接觸錢幣買賣，協助客人評級送評，我見過大量愛好者踩呢個陷阱。網上流通嘅舊2元硬幣，好多表面睇落完好，實質上 B 面已經出現形聲氧化思維級碰。呢一類殘片就算研分析出價值都會大打折扣。錢幣式收藏嘅要一條永恆準則，片生同年分一樣重要，兩者缺一不可。大家可以參考過往拍賣數據，早年存量龐大嘅普通年份2元硬幣，大量磨損流通品，價錢長年冇大變動，只有保留原始狀態，幾乎冇流通痕跡嘅原光幣，先可以走出獨立上升行情。首先講發行量，呢個係決定藏品底層價值關鍵數據。以1975年2元硬幣為例，當年官方鑄造發行量接近7100萬枚，亦都係花邊2元硬幣首發。第一年單體數呢個數量相當龐大，大家可以試想數千萬枚硬幣流入市面，幾十年不斷流通損耗，大量硬幣殼碰氧化遺失，但基礎存量依然充足。由收藏邏輯嚟講，發行量巨大嘅流通幣種，普通流通舊品好難出現爆發式升值。好多觀眾呢度會有疑問：發行量咁大，點解同系列仲有硬幣拍到高價？關鍵就係龐大總發行量之下，可以完整保留原始未流通狀態嘅藏品。即生效2022年2月暫時非常少，約得6%。亞元硬幣層次市面流通不斷緩受造成磨損，遠有光澤消失，表面布滿或痕筒氧化斑點。具備收藏價值嘅高分原光幣持續減少。我哋結合歷史背景輔助理解，香港70至8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，對外貿易同本地消費不斷擴張，市面對貨幣需求好大，時唔時係接批一連珠就亞元2月，依照資料，依照設置亞元硬幣，要持續連續多年都有土產，依照持續令亞元硬幣發行量更加達到9450萬枚，持續大量生產，令市面上普通舊硬幣隨處可見。但有一個細節，好多人忽略鑄造批次同出廠包裝有分別。當年硬幣大多由英國皇家鑄幣廠生產部分批次出廠，直接以原廠原裝封存，冇流入流通市場，幾十年完整保存落嚟。由原廠拆出嘅原光藏品同長期使用嘅舊幣，根本係兩個價值體系。1980年2元硬幣亦都係圈內公認值得留意嘅重點年份。唔少資深收藏家持續吸納高分品雙單品。好多人好奇，同樣持續量產嘅年份，市場認可度點解差距咁大？除咗發行量，仲要結合地域流通習慣。當年大量硬幣流向新界同粵港邊境來往人群，日常交易損耗速度更快，可以完整保存落嚟嘅優質品上藏品越嚟越少。我哋可以提出一個相關假設：如果日後持續有資金佈局香港近代錢幣板塊，存量不斷收縮嘅高分稀缺年份，2元硬幣行情有機會進一步向上。但前提一定係品相達標，流通磨損品好難跟住大市上升。跟住重點分析1983年2元硬幣呢個年份市場評價一直兩極分化。公開資料顯示，當年鑄造總量大約1500萬枚，單純數字對比遠低於70年代中後期多個年份。好多新手睇到發行量，直接覺得1983年2元硬幣人人值得入手。呢個判斷太過片面，大家要留意一段歷史背景。80年代初期，港府已經開始規劃錢幣版式調整，
一方面評估新舊貨幣使用成本，另一方面距離1980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越嚟越近，長遠貨幣版式規劃已經啟動，唔少鑄幣模具踏入使用後期，部分模具損耗之後冇重新製作，同時一部分成品硬幣入庫儲備冇即時投放市場，造就一個獨特現象。市面流通舊幣唔算好多，但間唔中會有整卷原廠分裝藏品流出，市場交易亦都出現好有趣嘅反差。40正啱文學生後，2020年2月，韓原廠正轉令摸信遠光單篇好多買家更生，速則好多本地錢幣鋪限層次才有要絕。1983年1月，遠光幣一旦流出熟牌俾資深玩家即手，網上流傳單枚接近200萬港元成交案例，對應藏品絕對唔係普通流通舊幣，而係頂級未流通狀態，冇任何氧化磕碰，甚至擁有完整溯源記錄嘅稀缺標本。大家一定要分清傳聞同現實，唔好以為屋企隨便一枚1983年舊硬幣就值呢個價錢。流通磨損品同頂級原光藏品，價值差距可以達到幾百倍。講年份，唔可以唔提1997年回歸紀念版和合2仙2元硬幣，亦都係花邊2元硬幣系列入面好特別嘅分支。當年紀念幣推出之後，大量市民專門留起收藏，坊間估算淨係套裝發行量唔少於97000套。除此之外，散幣流通數量遠超套裝。早年行情火熱嘅時候，品相唔錯嘅單品曾經升到幾萬港元，之後大量藏家放貨，行情慢慢回歸理性。呢個案例徵候認證收藏市場歸類。一件藏片短遲日度交賬，如果大眾跟風大量囤積，後雪貨片增多，價格上升動力自然減弱。好多新手見到過往交價之路，交價隻普通片商紀念幣，最後長期透樓。呢個經驗大家一定要吸取。長期觀察香港錢幣行情，我發現好多愛好者有認知盲點，所有人目光都擺喺女王頭像系列硬幣，不停搜尋熱門年份，但好少人斟酌藏品保存方式。好多本來有升值潛力嘅硬幣，因為保存不當，價值不斷縮水。分享行業通用保存知識，銅鎳合金製造嘅花邊2元硬幣，天生好容易同空氣入面水氣產生反應，時間耐咗就氧化發黑。好多人習慣將各式各樣硬幣全部塞同一個收納盒，硬幣之間互相摩擦，再加盒內積聚濕氣，短短幾年，原本帶原光嘅硬幣慢慢失去光澤，出現大片黑斑。想長期保留藏品原始品相獨立隔離存放係基本操作，建議用專用錢幣小圓盒分開裝，擺遠離潮濕嘅地方，唔好直接用手掂幣面。人體限液入面鹽分會持續腐蝕硬幣，留下永久印記。唔少收藏家踩過呢個大坑。早年入手一批原光2元硬幣，隨便塞盒入面，幾年之後品相大幅下滑，估值直接縮水大半。品相係定價核心標準，好多人打算放貨，先發現保存失誤，造成巨大損失。但呢個時候已經無法逆轉。除咗常規年份流通幣收藏圈，永遠有一類藏品自帶溢價，就係錯體硬幣，亦都係網上傳言成交價衝擊1000萬港元嘅主要品種。鑄幣廠大量生產期間，模具沖壓設備偶然出現故障，產出少量版式異常嘅錯體幣。主大部分錯體幣係蓄藏積點階段去被篩選回收用回，只有接受數以為流入市面，私卻性推高市場估值。正常見到一款係日本錯體亞元硬幣，村里俗稱大反轉頭，幣面女王頭像沖壓角度明顯偏移，圖案錯位辨認門檻唔高。大家翻屋企硬幣嘅時候，可以重點留意呢一類版式異常藏品。錯體幣同樣嚴格區分品相，如果只係輕微流通磨損，市價有少量溢價，但好難衝擊天價。一旦錯體特徵清晰，同時保留全新未流通原始狀態，收藏價值會幾何級上升。行業入面有唔少真實案例，品相優秀嘅知名錯體港幣，拍賣成交價不斷創新高。坊間傳聞部分定址錯體錢幣成交價突破1000萬港元，呢一類產品無一例外，錯體特徵清晰、片生韻味，同時擁有權威鑑定報告。呢度延伸一個值得討論嘅假設：隨住錢幣收藏資訊越嚟越普及，越嚟越多人喺屋企搜尋舊硬幣，市面上普通流通舊幣短期供應增加，價錢好難大幅上升。但優質原光稀缺年份，經過鑑定嘅保真錯體幣總數固定，持續消耗之下，稀缺性會不斷加強。不過大家要理性，唔好幻想隨手就揾到天價錯體幣。市面上大量仿造錯體幣流通，冇鑑定經驗後容易受騙。遇到版式異常陰幣，優先送處權威評級機構鑑定，
撮認真偽之後就評估，可惜市場價值。撮到90年代初，蝦原陰幣發成量再次創新高，部分年份做幣總量之勁意味，棒大發成量決定普通流通片升值空間有限。大家建立清晰篩選邏輯，唔好盲目囤積所有舊2元硬幣，可以優先瞄準3個方向：發行量偏低嘅重點年份，原廠完整保存嘅原光未流通品，特徵清晰並且經過鑑定嘅保真錯體幣，3樣條件同時滿足，先有機會獲得可觀升值回報。淨係符合其中一項，只可以獲得基礎收藏溢價，好難出現跨越式升嘅值。好多觀眾留言問收藏應該抱點樣心態？純粹興趣同藏品投資要分開睇。淨係懷舊中意錢幣，唔使太過執着成交價。遇到心儀藏品合理價錢入手，享受收藏過程就足夠。如果打算將錢幣作為資產配置一環，就要花時間鑽研發行量、品相標準、市場供需週期，避開網上博眼球嘅不實傳言。網上好多短片只截取最高成交紀錄，刻意唔講品相版式前提，誤導觀眾以為隨便一枚舊幣都賣到天價。唔少新手被呢類資訊誤導，浪費時間同資金。好多觀眾睇完條片之後，會開始返屋企存錢罐舊抽屜，揾呢款2元花邊硬幣。自查建議準備放大鏡。第一，核對年份標記，我哋提到嘅重點年份。第二，觀察幣面，睇下有冇劃痕、氧化黑斑、磕碰缺口。第三，留意圖案位置，觀察頭像、紋飾有冇偏移、重打等錯體特徵。如果揾到重點年份，再加零磨損原光或者特徵清晰嘅保真錯體，一定要單獨妥善保存，唔好繼續隨便擺放。同時客觀同大家分析市場風險。錢幣行情唔存在只升不跌嘅神話，熱度同資金流向息息相關。大量資金湧入香港近代錢幣賽道，稀缺藏品價錢持續向上。一旦資金撤離，普通流通舊幣價錢最先受壓。對比之下，等級品相 C 級品、知名錯體幣抗跌能力更強。核心原因就係存量稀少，資深藏家願意長期持有，唔會集中放貨。大家入市之前衡量自身承受能力，千祈唔好借貸資金參與藏品交易。經常有觀眾私信，希望我持續分享更多香港近代錢幣收藏知識。除咗呢款2元花邊硬幣，1元5毫、10元花邊幣同樣有唔少稀缺年份同錯體版本。一條片冇辦法一次講晒所有幣種，後續我會持續更新內容，拆解唔同面值硬幣辨別優點，歷年發行量數據同市場最新成交行情。淨指連離地海外收藏家持續進閱香港錢幣市場，優質舊港幣需求穩步上升，掌握辨別知識，先有機會捕捉行情窗口。我整理過好多收藏家真實經歷，有人整理長輩遺留舊物件，揾到原廠封裝稀缺年份2元硬幣，順利以理想價錢成交；亦有人聽信網上傳言，高價買一大堆磨損嚴重嘅普通舊幣，多年之後都好難放出去。兩者最大分別就係事前有冇掌握基礎收藏知識，識唔識區分藏品等級資訊時代，獲取資料好簡單，但分辨有效資訊、過濾營銷噱頭，需要不斷學習積累。好多觀眾睇片中意睇完就劃走，錯過後續更多間貨。如果你持續關注香港錢幣收藏、舊鈔古幣行情，唔想錯過藏品辨別技巧、拍賣市場第一手資訊，記得訂閱頻道，開啟推送通知，幫條片點讚，可以令更多中意錢幣收藏嘅朋友見到呢段內容。大家喺屋企揾到特別年份、疑似錯體嘅2元硬幣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交流，講下你手上硬幣嘅年份同品相，我盡量回覆大家，一齊交流收藏心得。頻道入面準備咗多條錢幣收藏相關影片，大家可以喺播放清單入面翻閱，涵蓋唔同年代港幣、硬幣、舊紙幣辨別、保存、避坑、拍賣行情解讀，好多知識點環環相扣，連續睇可以搭建完整收藏思維，避開層出不窮嘅市場套路。市面上唔少不良商販刻意炒作普通舊錢幣，誇大升值潛力，專門針對新手，掌握足夠知識，先可以保住自己資金，理性玩收藏。如果大家想同一班錢幣愛好者深入交流藏品估價，真偽辨別頻道會員板塊有專屬交流空間。加入會員之後，可以喺社群入面討論各類藏品行情。無論你收藏多年，定係剛剛入門準備搜集舊錢幣，都可以喺度交換資訊。今日呢條影片，我同大家完整拆解伊麗莎白二世花邊2元硬幣，理清年份、品相錯體3大升值關鍵。同時梳理佢喺70年代貨幣改革催生，90年代隨主權過渡慢慢退場嘅完整歷史脈絡，破除網上片面傳言。收藏最重要保持冷靜，
理性唔好被天價傳聞沖昏頭腦，循序漸進累積認知，先可以喺收藏路上少踩坑。最後再次提醒大家，睇完影片記得點讚訂閱我嘅頻道，喺評論區講下你嘅睇法，分享下屋企揾到嘅香港舊硬幣。我哋下一條影片繼續拆解更多被大眾低估嘅懷舊藏品。